说话，不能家己是啥意思？我不能这真正不能理解，我知影了，伊就是认真去家己做，迄个是拢是意真大。那么咱来讲，当然咱今仔来咧读这个应用，讲经过这个讲文字发展，透过伊文字发展，咱咧想到，一个回收一个咧讲咧资料，这个真理，到这时阵发展，真正咱真正去做。我想说，咱就拢做。你讲书讲咱就拢咧讲做啊。因为安怎讲咧？因为咱嘛是爱心理，讲会到，做袂到，到底是免怎吼？当然啦，迄是目标。那么今仔伊个是讲的话，感觉讲真重要，变怎做？而且今仔讲书，拢甲你讲，你对开始做，为好嘛吼，善孝为先。那么这个好做出来了后，咱到做到什么程度？你自然而然，你这个家庭啊吼，你这个社会，你这个甲人做人处处人对，咱就知影讲，一定会到位。你自觉了后，你自然看道好，不管事境好，袂境好，人对咱好也好，人对咱歹也好，感觉道真重要，你自然你会讲道足好，所以咱就会感觉，伊啥物道一条，咱就要去对。开始看比电影的这形象开始啊，你电影的形象嘛，我就感觉因头仔讲讲嘛，感觉讲无重要，你一讲无去嘛无要紧，伊咱咧中央来听，咱一讲无来嘛无要紧，你后边啊做话啊是共款吼。但讲共款的讲书，伊来讲的迄成绩报道无共款。所以重要就是今仔日咱重要讲，咱若感觉讲这加重要，咱就去认识这个意义。人生真重要，这个环境好啦。那么咱就感觉咱人人生迄个无数，咱感觉讲真重要。那么咱就去把这个时间，把这个地方，咱就做来想，把这个重要这个时间，咱来处理一下。咱知理吼，好好做咧。咱若是知影吼，当迄个在厝仔读书，讲迄成绩报告，你讲，为咱提早人讲啦，结果咱要想，因为咱后天有这个工所分配，咱知影讲贪心机是三角，其实贪心机是内底有些化学，若明的啦吼，伊是真正到是啥呢？迄个贪心机来，贪心机来，伊内底明的是啥呢？财色名食睡，迄是我对读大学，迄是咱家想啊，迄个明的财色名食睡，这个物件，咱就明明就看会到，咱就无法度去改，那么为这个贪心机，也去通的，较歹改。所以讲，我是会想法就讲，咱感觉就讲，这个甲，这个啥财色名食睡，不加钱改，有影那个。而且，咱所讲的，我讲一句话，第一个观点就是上个啥，就是咱家己啊，若准过时话啦吼，囡仔看病讲看命就容易，过时话啦，迄个啊，迄个身体在迄个体检较易看得啊，迄个很紧啊，现在囡仔看命，开始。